副菜高咧提8年咧，你下叫在系全国总统战，你下正因为系在系安置重建嘅工作。总统马英九今日视察屏东人舞台乡，还个高树乡嘅灾民，还个唐基调嘅欣赏。总统表示，定年代开学之前，就为大家在后中长期嘅安置作业。 为了这样救灾的时间，总统马英九带领教育部、国防部严明回来的关键，到内部农工听灾民的心声。另外面对嘅是8月30日才开学咧，受用头好高度嘅灾民到底爱去哪位睇？总统认行绝对会优先处理灾民嘅安置问题。重建委员会就开第一次的会议，就安置的问题提出具体的计划。第一步呢，就希望赶快离开这个收容中心。 让大家先安心的住下来。另外，严明会把计划用义工推进的方式，用8年的时间，1年800口，向2000个当地居民听受重建家园。镜头来到高树新丰村，看到总统马英九来，灾民的不满总下爆发出来。因为老农区亏欠。 台湾公共的铁还有屋，总下本水大走，20人的心血，你下总下磨平，灾民都无奈何，开箱太久，希望总统救个人。灾民的苦总统听到咧，不过重建之路很短长，灾民新管度的艰苦，嘛东南唔记得。客家新闻潘成旺、陈文玲，屏东报道。